想睇一個人有冇福氣，唔使睇咁多，淨係睇呢3點就得。第一點，睇佢點樣講嘢。其實有福之人講嘢都係令人聽得舒服嘅，把口都管唔住嘅人就係漏福嘅嘴，唔識好好講嘢嘅人，佢一定冇福氣。第二點就係睇佢怕唔怕蝕底。其實喺生活入面，你施捨俾人哋嘅，兜咗一個圈之後，最終都會返翻嚟你自己身上。所以古人成日講愛出者愛返，福往者福來。第三點就係睇佢知唔知足。識得知足嘅人先至係有大智慧嘅人，因為佢深深明白世間繁華一切皆空，佢睇透咗名利再多最終都係一場空，萬般帶唔走，唯有業隨身。所以能夠悟到呢啲嘅人都係有大福報嘅人。所以有福報嘅人，佢唔會為咗得福而刻意去修福。我哋今日好多人都係為咗得福而去修福，其實嗰啲唔為得福而修福嘅人，福氣反而會越積越多，越積越厚，最後就變成口福。有福氣嘅人，其實佢個樣最後都會變得端正，無論肥定瘦都會幾好睇。佢身上有種氣質，正所謂吉人自有天相，只要我哋心存善念，必有福報。如果你都想做一個有福氣嘅人，都可以送2個字俾自己：惜福。一定要將福氣接住，呢個唔係做俾邊個睇，而係為你自己嘅命運撳下一個剎掣掣，等你可以行得更遠。